新嘅老年護理法包括一啲我嘅服務商必須明白嘅權利同經過加強嘅質量標準。呢個係因為佢哋向我提供老年護理嘅時候，我係老年護理嘅中心。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同埋照顧我嘅人尊重我嘅權利以及我嘅身份。我嘅文化好重要，我嘅語言、信仰、飲食，我中意嘅活動、朋友同埋我嘅喜惡，都係我護理計劃討論嘅一部分。當我尋求老年護理服務以及支持嘅時候，我想繼續與我嘅人群、信仰、社區、飲食同國家保持聯繫。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以及照顧我嘅人會同我討論我嘅人生經歷，等我覺得安全、受歡迎同埋被包容。我同家人以及照顧者嘅關係要得到尊重。我嘅性別表達同埋性取向對我非常重要，係我身份嘅一部分。我唔想變老嘅時候要扮做其他人。我哋大家都應該可以安全生活，成為社區嘅一部分，同埋得到照顧我哋嘅人嘅尊重。我嘅私隱同我獲得護理嘅方式係我嘅選擇。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同埋支持員工會私底下同我討論我需要嘅服務。如果我想，我可以選擇同我登記嘅支持者溝通。我亦可以尋求家人、朋友或者來自 OPAN 嘅老年護理代言人嘅幫助。但係喺任何時候，我嘅護理決定係由我做嘅。喺我屋企，我永遠有權可以覺得自在，根據我嘅需要得到我要嘅護理同埋支持。我哋全部人嘅思考、談話同埋聆聽嘅方式都唔一樣。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會同我合作，用我想要嘅方式提供資料俾我。我嘅家人同埋支持者都會幫我評估以及考慮資訊。我會根據我嘅需求獲得我要嘅護理同埋支持。請瀏覽 MyAgeCare 網站，了解你嘅權利同埋點樣先至係好嘅護理。